佢曾經係香港樂壇最危險嘅女人，唱功驚艷，氣場凌厲，冷艷張狂大刺。媒體叫佢樂壇妖精，就連王菲都要讓佢半分鋒芒。但係意想唔到，巔峰嗰年佢突然間消失，冇告別，冇解釋，好似被成個娛樂圈吞沒咁。再出現嘅時候，佢懷裏邊抱咗個男仔，冇丈夫，冇戒指，只有一句未婚生子，好似一顆炸彈咁，掀翻咗成個港圈。更離譜嘅係，小朋友嘅爸爸被傳竟然係港圈大佬，最會佔女星便宜嘅曾志偉。媒體連篇累牘報道，緋聞、八卦、相片、推測，一夜之間佢從樂壇天后變成眾矢之的。但佢冇辯解，只係淡淡一句多謝關心，然後再次消失。時間過咗去12年，嗰個傳說中嘅妖精忽然間回歸，光環不再，笑容亦都不復當年，只剩低一份沉着同埋一絲冷意。佢終於開口，一句話令到全港譁然。小朋友嘅爸爸從未負過責任，媒體瘋啦，觀眾懵咗，所有人開始重新審視佢嗰個從神壇跌落塵埃嘅女人，究竟經歷咗乜嘢嘢？如果小朋友個爸爸唔係曾志偉，咁係邊個？嗰個令佢甘願冒天下之大不韙，獨自生低小朋友嘅男人，究竟係邊個？佢守咗10幾年嘅沉默，係喺度保護邊個，定係喺度懲罰邊個？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姐姐有嘢講，我係小 P。今日就等我哋一齊嚟揭開關淑怡嗰段被歲月掩埋嘅真相。第一章，誤會嘅開端，被曾志偉連坐嘅風波。2002年，港圈又出大新聞，女歌手關淑怡未婚生子，呢個消息好似一顆炸彈咁，瞬間點燃咗成個娛樂圈。然而更加爆嘅仲喺後邊，媒體火速添油加醋，聲稱小朋友嘅爸爸竟然圈裏邊嘅大佬曾志偉。有人影到佢深夜出入曾志偉嘅住所，有人爆料兩個人早已經秘密同居半年，仲有小報用誇張嘅標題寫到天后戀上矮仔婦男，天雷勾地火。一時間全港譁然，一個以敢言敢做著稱嘅女人，同一個被傳好色成性嘅男人，幾乎成為年度笑談。然而真相遠遠冇咁簡單，嗰個小朋友嘅爸爸根本唔係曾志偉，呢場桃色風暴只係媒體嘅一場鬧劇。但喺呢場輿論絞殺裏邊，最無辜嘅嗰個人，卻成為咗最先墜落嘅犧牲品。曾志偉被問到時幾乎崩潰，連聲否認。我有3個答案，唔係，肯定唔係，一定唔係。但佢否認得越激烈，輿論就越喧鬧。畢竟喺港娛嘅世界裏邊，越解釋越有鬼。而關淑怡嘅沉默更加似一種默認，佢冇澄清，亦都冇哭訴，只係突然間消失咗公眾視野。但所有人都知道佢喺度逃。從樂壇妖精到單親風波女，只用咗唔夠3個月。昔日同王菲、林憶蓮並肩嘅女歌手，跌入咗輿論嘅深淵。公司雪藏佢，廣告切低佢嘅面。電台主持唔敢放佢嘅歌，連老友都避之不及。幾年後，小朋友逐漸長大，有狗仔畫出咗相片，指住小朋友嘅五官大做文章。你睇呢個鼻，呢個眼睛，簡直同曾志偉一個冇刻出嚟嘅。輿論再次沸騰，甚至被傳出曾志偉密會關淑怡母子。面對記者圍堵，曾志偉嬲啦，我講清楚，唔係，肯定唔係，一定唔係。嗰個港圈少見嘅3年否認，帶住啲委屈，亦都帶住啲滑稽。可笑嘅係呢一次，佢仲真係冇謙虛。呢場體接荒唐嘅緋聞，實際上只係更大秘密嘅序曲。因為嗰個小朋友嘅真實身世，先至係成個風暴嘅真正引爆點。邊個先至係小朋友嘅爸爸？嗰場突如其來嘅未婚生子，又隱藏住點樣嘅真相？冇人知道。而呢場誤會，亦都成為咗關淑怡人生中第一個冇辦法挽回嘅墜落。第2章，一鳴驚人，樂壇妖精嘅崛起。1986年嘅夏天，香港17歲嘅王菲仲喺課本上面寫情詩，20歲嘅關淑怡卻企咗新秀歌唱比賽嘅門口，猶豫住要唔要入去。佢本來冇打算參賽，
嗰日佢真係陪妹妹去睇熱鬧，順便想攞兩位評委張國榮同梅艷芳嘅簽名。但當音樂響起，燈光打咗舞台上邊嘅時候，嗰個平日膽怯嘅女仔突然間心裏邊一動，試一下啦，佢對自己講。於是佢行咗上台，唱咗幾句，冇練過，亦都冇準備。評委佢都呆咗喺度，嗰個聲音空靈中帶啲冷意，似一股不羈嘅風。結果佢意外闖入半決賽，就真係攞到咗簽名。比賽結束，佢被淘汰，佢毫不在意。嗰年佢只係覺得呢個只係一次有趣嘅插曲，但係命運從佢踏上舞台嗰一刻起，就已經靜靜咁改變咗方向。2年後，佢隨朋友參加日本嘅藍色海洋歌唱比賽，呢一次佢冇再退縮。舞台燈光亮起，佢一曲唱完，全場寂靜，然後爆發出掌聲，佢一舉奪冠。好快，日本阿波倫唱片公司向佢拋出咗橄欖枝，關淑怡簽低咗合約，從此正式出道。佢嘅聲音唔再屬於舞台嘅角落。幾年後，香港樂壇迎嚟群星並起嘅年代。梅艷芳仲喺做緊舞台嘅女王，張學友、譚詠麟、林憶蓮輪番登頂。就喺呢個神仙打交嘅時代，一個從日本出口轉內銷嘅新人闖咗入嚟。1989年，關淑怡發行首張專輯《冬戀》，一開聲全港驚艷，銷量金唱片，歌迷封佢為冷艷歌姬。1年後，佢趁熱推出《難得有情人》，主打曲席捲咗大街小巷，成為香港電台年度金曲。從此佢唔再係新人，而係樂壇妖精，一個敢愛敢恨、性感神秘嘅女人。而係喺呢一年，佢遇到咗一個名黃靜雯。嗰陣嘅王菲仲未改名，兩個人同年出道，同樣天賦異稟，連英文名都一樣 Shelley， 一個仙一個妖。呢一個媒體對佢哋嘅評語。王菲嘅聲音係霧，飄渺空靈；關淑怡嘅聲音係火，熾熱誘惑。佢哋一冷一艷，成咗嗰個年代最具象徵性嘅樂壇雙口。寶麗金20周年群星合照，C 位係佢，張學友喺左邊，譚詠麟喺右邊。喺嗰張相裏邊，佢笑得從容，風光無兩。但人一旦登頂，就難免產生出幻覺。嗰陣嘅關淑怡開始覺得自己無所不能，唱片賣得再多都唔滿足，佢掌控更加多事業、情感、命運。1992年，佢遇見咗演員周文健，佢高大沉穩，係嗰個年代最有男人味嘅男星之一。佢哋墜入愛河，但男方唔願意公開，佢只能係藏喺陰影裏邊拍拖。而另外一邊，王菲都喺情海翻騰，佢追逐竇唯失敗，遠走美國，又帶住容易受傷的女人回歸，一曲封神。關淑怡聽住嗰首歌，嘴角大笑，佢仲未受傷，但命運唔會等兩個女人都安穩太耐。冇過幾耐，佢個名忽然間被捲入咗另外一場風暴。呢一次唔係情歌，而係流言。佢被指插足梅艷芳嘅感情，成咗全港口中嘅妖女。命運似乎喺度暗暗提醒住佢，巔峰從來都唔係頂點，而係墜落嘅起點。第3章鏡中花，流言與命運嘅錯位。1993年，媒體又聞到咗新嘅腥味。關淑怡，一個曾經唱出難得有情人嘅女人，被影到同文才許冠英一同出現，戀情曝光，頭條嘅字體比佢個名仲要大。但呢場風波嚟得快，去得亦都快。佢冷冷一句：我唔係逢人就上。許冠英乾脆笑住補刀，自己係佢嘅細叔伯。一句話將緋聞拍死咗喺沙灘上。但媒體從來都唔缺少獵物。幾個月之後，佢又被指插足梅艷芳同林國斌嘅戀情。公司出面澄清，佢自己淡淡一句：我唔係好識佢。就咁樣，佢個名喺港娛八卦榜上邊反覆出現。嗰幾年，佢似乎成為咗風波嘅代名詞。但真正認識關淑怡嘅人都知道，佢唔係嗰種為名為利嘅人。佢寧願得罪媒體，亦都唔願意違心解釋。喺喧囂嘅香港娛樂圈，佢係少數唔迎合嘅人。於是佢繼續唱佢嘅歌。1994年，關淑怡推出首張國語專輯《難得有情人》，以及第12張個人專輯《My Way》。佢嘅聲線更穩
更狠，亦都更加孤獨。呢兩張專輯令到佢從偶像變成藝術家。嗰一年，王菲亦都發佈咗自己嘅國語專輯《迷》，並且出演王家衛嘅《重慶森林》，一個唱住夢中人，一個唱住難得有情人。港娛嘅舞台好似一面鏡咁，鏡嘅一邊係王菲清冷嘅仙氣，另外一邊係關淑怡孤傲嘅妖冶。兩個人都曾經被時代偏愛，一個代表自由，一個象徵慾望。但命運總係中意等兩個極端嘅人走向兩個極端嘅結局。3年之後，關淑怡都拍咗王家衛嘅《春光乍泄》，佢滿懷期待，佢估唔到電影審片嘅時候，佢所有戲份都被剪光。王菲因為王家衛封神，佢嘅被剪成咗隱形人，呢個大概就係命運嘅幽默。時間好快行到咗1996年，王菲事業高漲，愛情都開花，佢同竇唯相戀、結婚、生女，成為咗港娛最耀眼嘅文藝天后。而關淑怡佢喺呢一年遭遇咗真正嘅低谷，爺爺嫲嫲相繼離世，佢忙於工作，未能夠見到最後一面。佢接受採訪嘅時候哽咽，我連佢哋嘅手都冇握到。喺嗰個瞬間，佢第一次覺得自己唱嘅嗰啲情歌原來都係空嘅。同寶麗金嘅合約到期之後，佢選擇唔再續簽。嗰個曾經企喺 C 位嘅女人開始主動離開閃光燈，佢減少露面，唔再接通告。媒體以為佢喺度調整，但邊個都估唔到佢喺度醞釀一個足以震動全港嘅決定。2000年，王菲離婚，謝霆鋒事件轟動全城，港娛一片喧囂，而關淑怡卻選擇沉默。佢淡出公眾視野，似乎徹底退出遊戲。邊個都冇估到呢個沉寂嘅女人，就喺度默默醞釀一場驚雷。第4章，驚雷再起，未婚生子嘅秘密。2002年，港圈再度地震。36歲嘅關淑怡淡出樂壇多年，忽然間傳出未婚生子，消息一出，全港炸開咗鍋。比起佢個歌，大家更加關心小朋友嘅爸爸係邊個。佢沉默，媒體瘋狂，狗仔醫院嘅門口蹲守，喺小區嘅車庫截人，每一個鏡頭，每一張相都成為咗流量嘅籌碼。直到9月，一張模糊嘅相點燃咗輿論，關淑怡從曾志偉屋企行出嚟，傳聞即刻發酵，小朋友嘅爸爸係曾志偉。曾志偉一面無辜，佢反覆否認，唔係，肯定唔係，一定唔係，但冇人信。喺咁樣嘅年代，解釋本身就係罪。從此，媒體口中嗰個冷艷天后成為咗私生子媽媽，而佢即係帶咗一個小朋友，獨自面對嘲笑同埋猜疑。3年後，王菲嫁咗俾李亞鵬，遠走北京，而關淑怡選擇返到舞台。佢冇為自己辯解，亦都冇講出真相，只喺演唱會嘅燈光下，對住咪低聲咁講：我冇勇氣企喺呢度，但當小朋友企喺我面前嘅時候，我知道我必須俾佢一個榜樣。嗰一夜，佢唱舊情復熾，又唱3000年前，聲音依舊妖冶，卻多咗份哽咽。觀眾以為佢復活啦，但冇人知道佢只係夾硬撐咗喺度燃燒。2012年深夜，佢喺 Facebook 上邊寫低幾個字：我想結束生命。全港譁然，有人以為嗰個係宣洩，有人擔心嗰個係訣別。經紀人辯解，佢只係俾老朋友出賣咗，太感性。但係嗰夜，佢真係崩潰啦，從輝煌到孤獨，從舞台到虛空，佢睇遍咗人情冷暖，亦都俾世界遺忘。第2年，佢再次企上咗紅館舞台，呢一次佢唔再隱藏，真空上陣，貼身熱舞，幾度走光，似乎用身體度吶喊，我仲活住。譚詠麟喺台上邊講笑，狗仔喺度眼都擎埋，觀眾大笑，但笑聲之後係更深嘅空白。2014年，佢終於講出咗壓着心底12年嘅秘密：我個仔嘅爸爸係不丹活佛寧波車。全港靜默，活佛戀天后嘅消息比任何八卦都震撼。佢冇喊，亦都冇炫耀，只係平靜咁講：佢從來都冇睇過小朋友，連一個電話都冇。但嗰段日子係我瞓得最好嘅幾年。呢句話好似一個巴掌咁打咗世俗同埋信仰嘅面上邊。12年，
佢默默承受流言同埋誤會，到最後佢只係想還自己一個清白，亦都還曾志偉一個交代。有人話佢自爆係為咗熱度，有人話佢只係想解脫，但無論真相係點，嗰一刻嗰個被命運反覆捉弄嘅女人終於放低咗防備。佢曾經唱難得有情人，唱盡咗情深，亦都唱盡咗命苦。呢場驚雷令到所有人重新記起咗佢，嗰個唔按牌理出牌，敢愛敢恨，亦都敢獨自承擔一切嘅關淑怡。但邊個都估唔到佢個作妖先啱啱開始。第5章孤勇者，命運的回聲。2016年，關淑怡有一次成為咗媒體頭條。嗰日嘅夜晚，佢喺香港愉景灣同朋友散步嘅時候，突然間走咗入海裏邊，被緊急送醫。但外界早就已經炸開咗，有人話佢抑鬱，有人話佢為情結束生命。喺嗰個熱衷造神同埋毀神嘅時代，佢嘅每一次沉默都會被當成另外一種瘋癲。幾個月後，佢又登上咗新聞頭條。呢一次唔係演唱會，而係警局。佢喺酒店餐廳同員工起衝突，情緒失控，甚至脫口而出：信唔信我攞刀斬你？嗰陣佢已經長年租咗愉景灣嘅套房，月租10萬港幣，佢拖欠房費，被酒店下逐客令嘅時候，記者影到佢拎住行李箱獨自離開。昔日嘅樂壇妖精，如今成為咗失控嘅癲女人，但係佢仍然唔服輸。2018年，佢簽入環球唱片，高調宣布我要重新開始。然而唔夠2年，佢再度宣布退圈。喺呢度，我從未得到尊重。佢冇喊，亦都冇鬧人，只係好似一個已經睇透結局嘅人，平靜咁放低咪。其實關淑怡就算唔退圈，亦都早就錯過一時黃金期，又喺娛樂圈反覆進出，又冇乜嘢好嘅作品，更加將觀眾嘅期待同埋耐心消耗殆盡。同當年齊名嘅王菲，早就已經唔喺一個水平線上邊啦。甚至有媒體傳出佢喺度經濟拮據到要靠炒垃圾桶嚟維生。媒體話佢癲咗，但或者佢真係太清醒。佢唔願意迎合，唔想妥協，哪怕付出代價，亦都要活成自己。呢份固執貫穿佢一生。多年後，再有人提起關淑怡，大家記得嘅唔止係佢個瘋狂，佢個緋聞，仲有嗰首幾乎寫盡咗佢命運嘅歌《關於我》。風光關於我，滄桑都關於我，好唔好都只係我，興衰關於我，悲喜都關於我。你去做你，我做我嘅我。或者佢早就預言咗自己嘅結局，佢嘅世界從來都冇其他人，只有自己同風浪。2025年，關於佢嘅消息再次傳出，關淑怡病危，正在搶救。冇人知道佢呢個時候係咪仲能夠聽到海浪聲？嗰個曾經逆風而行嘅女人係咪會再一次從命運嘅深海中游翻嚟？或者佢已經唔再在乎，佢活到好似一首未完嘅歌，唱到最後一句，仍然倔強咁喺度對世界講：我做我嘅我。佢嘅一生好似一首高音未落嘅歌，起於經驗，成於叛逆，止於沉默。從舞台嘅聚光燈到生活嘅陰影，佢用盡半生去抗爭，佢亦都喺一次次嘅崩塌中學會咗同自己和解。或者佢唔係天使，亦都唔係妖精，佢只係嗰個咁喺風浪裏邊唱歌嘅女人。佢曾經被誤解、被嘲笑、被遺忘，但從未被打冧。命運剝奪咗佢太多，佢都留低咗一樣嘢，做自己嘅勇氣。如今再聽嗰首關於我，你會發現佢早就喺歌裏邊寫低咗自己嘅墓誌銘。你去做你，我做我嘅我，風光也好，跌墮也罷，佢嘅故事已隨海風散盡，只留低嗰句最倔強嘅回音：我仲係我。